人港外海海底电缆讲起有一只中国货船拖登去，今伫石门外海，佫出现一只海巡出动监控。新北沙田埔竟然咧乌海隔壁尚无3栋死去，9号22个人赶紧撤离，建商会室咧强调一定负责赔偿。这摆2阵冷空气要来，拍算会冷几礼拜，北部、东北部控制地区恐惊落到剩无10度。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日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咱的基隆港外海海底电缆，传出讲去有一只挂牌中国货船拖登去，今随佫出现一只伫咧石门外海咧洗。专家是表示讲，中国这种手段可能是要试咱资讯封锁应变的能力。好，咱的政府若发现异常，就应该强势执法，就近来查检。到底怎么样？是完全没有动力，还是有动力？还有船上的那个，他们现在是否有安全疑虑？初五暗时10点外，这只蒙古籍货轮保顺和海巡发现离岸伤近，好亲像有航行安全的顾虑，所以派出100吨级的巡防艇去查处。想问看能不能主机启动起来？启动起来之后，我就会起锚离开。发现蒙古籍保顺货轮于草里东北2.6海里。距岸过境，立即通报基隆港信号台。经过海巡人员甲蒙古籍货轮无线电通联，确认是主机故障路电维修。伫7日透早启程，持续向东北方向离开。按国根据军事专业记录到的航迹图，蒙古籍货轮伫石门外海航行1阵仔，捌近花将近400公尺。同款伫电缆区域，互人联想到初3基隆港外海的海底电缆受损事件。这只货轮虽然挂喀麦隆国旗，按国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只船属有香港注册公司，登记主管是中国公民。当时航迹图认为电缆受损不是单纯的事故。目前这只货轮已经航向釜山，海巡署表示已经透过外交管道请求韩国当局协助调查。近年来，中国商船也是渔船，定定参与强军伫台海周边常态性军演。专家是烦恼伫无明确区域行动，恐惊是伫测试对台湾的资讯封锁。它当然的目标就是海底电缆，一个已经实际采取行动切断我们的电缆，第二个就是蒙古的货轮在那个地方游走，那有可能是在测试，或者是知道那个电缆的实际位置，那可能下一次就是直接切断那个电缆，也是一种演练啊。那就是造成台湾内部的混乱。根据2023年修订的电信管理法，对偷窃、毁坏也是危害连接的缆线顶行为，会当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按过立委呼吁，除了法律的执行，海巡署甲海委会即时应变能力更加重要。记者综合报道。前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接受邀请，是第4届来到台湾。早起演讲，伊讲中国绝对是美国重要对手。嘛讲到中国的习近平也无大到会当决定全亚洲，甚至是台湾的未来。呼吁川普政府就应该让台湾公平踏入世界舞台。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受台湾民间组织复合会的邀请，初日第18来台，一开喙就强调世界要迈向永久和平，美台有共同的使命。People here in Taiwan and to the United States. Succeeding in continuing to build this model out will not solely rest at the feet of President Trump and his team. It will be shared with Taiwan. You will be crucial in this effort. Free nations, especially those in this area, in the Indo-Pacific, must send an unambiguous message to Beijing that you are free, that Taiwan is free, that Taiwan is independent, and it'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Nothing's going to change it. 早伫美国总统川普确定伫去年7月得到提名了后，9月复合会就开始接触，最后确定伫美国选举了后来台。捌是川普任内重要内阁的蓬佩奥认为，川普伫点控的时代，中国绝对是美国重要的对手。不过也再指出表示，习近平绝对袂当决定亚洲甚至是台湾的未来。We referred to them as an adversary, right? This language mattered. It was hard fought. A bunch of us were in there arguing for even stronger language, but we made clear that this was something that posed a substantive risk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real time. There are complex questions about how to achieve that. We battled them too. Much like Taiwan, we had a significant piece of our economy tied directly to activity inside of China, and so you have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that bear on this as well.
对台湾伫国际地位定互中国打压，彭佩奥是呼吁川普政府应该互台湾伫公平竞争的环境中参与世界舞台，不管是学术商业，甚至政府甲政府之间，拢有更较亲密的接触。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民话罢免韩国瑜，搁要罢免国民党全部的立委，但其中第一个徛出来话支持。民众党的黄国昌是认为讲，这应该唔是做一个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该讲的话，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都要甲陈时中来换掉，那无这总预算案恐惊互你真歹过。这也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主持朝野协商了，最后一次，因为我马上就要被罢免了，所以请大家多多给个面子哈，气氛很重要。行政院顶日针对三读的宪法法修正案提出复议，立法院长韩国瑜提了下到召开党团协商讨论多项法案。这也是民进党立院党团总调郭建民发出上罢了后，头一摆甲韩国瑜相对面。动辄先进也罢，胡言乱语也罢，罢免是民之所期，没有一个人挡得住，所以这个是大势所趋，民意的展现。柯总召可能是很多天他没有休息好。精神上有些错乱，但是没有关系，我们都原谅他。柯总召该回家好好休息了。针对行政院政府陈时中初五出席南投草屯镇长补选造势，呼应郭建民发出2月初一并大罢免，黄国昌要求行政院长杜英泰随替换陈时中，若无总预算案审查绝对袂手软。陈时中的言行已经跨越了一个政务委员应该有的分际，台湾民众党党团会要求行政院院长卓荣泰立即撤换政务委员陈时中。我们不乐见，但它确实已经发生。在野党总是拿着预算案来要挟执政部门。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敢会当伫立法院利益休会进行三读，又话唔知影。加上立法院长韩国瑜18个带团去美国，拢增加压缩议案审议时间，其中军公告加薪无伫青沙一小，引起立院立委批评。那也卡总预算当军公告加薪，那也立委反驳，连年来真少伫1月青沙一小，公交拢会对数，批评立院咧恐吓人民。连夜立委也回应，若真心挺军公告加薪，议会初7就爱互总预算三读。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我来看绿岛的监所下晡传出讲，有一个犯人王天佑，甲管人员锁伫内底了，家己逃走出来。香港所嘛提醒民众，这窗仔门台关好，尽量是莫出门。晚上要注意自身的安全哦。那因为人员脱逃的时候，很有可能为了食物或是什么，会出来外面偷或是抢夺。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危及百姓的安全，所以我们就跟监狱也保持了联系。我下午2点多的事情啊。那现在人是吹丢了吗？目前还在搜捕当中我到的讯息是这样你说目前还在追捕当中是不是？我目前在会诊资料当中。这个犯人王天佑是因为卖毒来入监，人走出去时应该是有戴一顶铺色的帽仔。目前绿岛的港口甲机场拢已经关起来，海巡嘛已经派人出去巡，警方目前也全力在抓人。关市区军唱红一块台语歌叫做《运转人生》，母受告讲，即马所传出讲，伊年底伫咧家人食酒赛车，去弄到2个咧排班的运将，其中一个救无倒来，事后佫逃走，过2天了后，才来到警察局，互警察移送法办。运转人生这首歌是戏剧插曲的歌曲，真侪人烧钱演唱的热门歌。MV 搁伫 YouTube 突破1000万加点看率，伊的 YouTube 频道包括出道以来所有的 MV 影片，观看数冲破2000万加。唱片公司搁特别为伊举办庆功音乐会。奇怪是谁一直打电话？对，是我在就是早上在休息的时候，我想说谁在打电话，就是我妈，我妈就说1000万了啦，我说什么？不过，事业交出好成绩的区军，警方调查去年底涉嫌伫家人信义路开车下弄到2个排班计程车司机，调查了后随逃走，2天后才到案说明。事后其中一个抢救7天了后，煞救无倒来。警方到场时，肇事者已未在现场，
伤者男者经送医治疗，经警方查访周遭民众及调阅监视影像联系车主，循线查获驾驶人29日到案说明。警方已经以邱男涉犯刑法过失伤害及肇事逃逸等罪予以移送。因为其中一名被害者死亡，检察官已先于1月3日中午完成相验程序，已经分案展开侦查，后续将持续调查，还原事实。对于外界质疑是不是牵涉到啉酒赛车肇事逃走，检方强调专案已经完成分案，会深入调查，查清楚真相。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新北沙田埔一个建案工地行咧僫所造成边仔上无3栋的人家厝厝起，有9户22个人赶紧撤离。建商嘛出面回释咧，强调一定会负责赔偿、补强佮改建。市府嘛下令建商停工，罚9万。涂骹扑起来，佮关节眼，壁被规大片，厝内规涂骹喙太露，壁顶佮破一大坑。想起代志发生的时阵，住户即马心佮胆胆。我想去山那挖起一点点小小的啊，为什么回来那么快哟？对吧？那么快就发生这个事情嘛？我无6点就靠啊，伊讲除非倒落去啊，安尼啲啊。大概就是墙壁有点龟裂嘛。隔壁这个比较严重，是整个往下倾斜过去了。农历新年要到啊，拄到这种事故，住户嘛真无奈。尤其工地正面这栋损坏上严重，已经明显车去。案发地是伫新北市沙田埔的6张街，面街变甲煞未大哩，这拢是建案工地乌地基引起的。监测的水位，跟我们的测量公司提供的水位，有落差3米多。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办法止住这场灾害。伫镜头前回室内，涉案建商表示，车力早起8点外，当地开挖地下室，不过地下水位的数值甲手头的资讯无共，差3米外，造成施工过程煞损坏到隔壁厝体。面对这件事故，业者也已经答应赔偿，嘛愿意协助因改建。我们都有监测嘛。干务局接到通报，遂派员到现场，工地2边的厝体初步判断至少3栋受影响，撤离9户22人。因为安全的考虑，佮预防性撤离受损厝体后边的5户居民。建造跟建商的部分还有施工厂商，我们都依照建筑法会开罚是9万块。在整个地下室的一个开挖作业过程里面，当然最直接的会影响到整栋建筑物整个工地附近的一个地盘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目视来讲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倾斜的一个情况。大型工具机随进场检查管红毛土加灌水抢救加灾害降低。对于规件事故，工务局嘛下令停工，对于起造加建造商依法各罚9万块。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部海线的火车头，正前因为发生过加有酒醉秘伫便所的代志，最有真侪车头在半暝啊便所是拢锁起来，无咧互人使用。不过民众拢咧讲是真无方便。这代替嘛表示，因为顾虑到安全问题，才会来管制。若是较大站的，这半暝啊会照常开放。公共便所外口打广告，为顶个月起，逐工暗时11点10分到加长工透早5点，为着维护安全，会关掉便所。代替通宵火车站，只有一个站外的公共便所。新措施实施1个月，民众有无同的看法？因为生理需求没有办法说什么时候要上厕所，所以而且这里都是老人家，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开放，会对民众比较便利。可能就是为了让一些游民不要破坏里面的设备吧。可能是比较晚要上的人，可能比较不方便了。计无远远的万里火车站，为4年前就开始，伫暗时将公共便所关起来。人坐在这里，双脚顶着，不出来。万里站长表示，2021年捌发生男性家友暗时啉甲醉茫茫，秘伫查某便所反锁的治安事件，最后一个当请警方来处理。查某便所是捌发生有人伫内底煮毒品，将人等伫马桶的水箱造成踢到。但将便所也有家友当作是旅馆带入去震撼的情形，不得已只好装铁门。暗时上尾班发车了后8点钟，就将便所关起来。夜间没有夜车了，我们夜间能力就是在维护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电车线，还有我们的设备。所以说，我们晚间的能力那个实在是不够，所以说造成我们夜间公厕管理上如果说开放的话，会造成我们很大的压力。代替公司表示，包括通宵、万里、大甲清水顶站，只有一座公共便所。
车站营业的时间拢开放给旅客使用，毋是营业的时间考虑治安甲公众安全，会采取管制措施。也毋过台中丰原顶高架化车站1楼公共便所暗时关起来时阵，民众是会当免费到2楼站区内的便所使用。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屏东九如一个60岁查甫人，透早伫咧堤岸边咧练走，所叫3只龙洞犬攻击家咧拖。附近居民是拢讲，这所在狗仔是真济，佮伊剧人实在是真恐怖。官府嘛表示讲，这外口的狗仔都唔通乱饲，若无对认定讲你是主人，若去伤着人，你就要负责。救护车沿宝岸边一直驶，总算到民众倒落的所在。初步高伤了后，赶紧甲人送医。一日透早查某人运动的时阵，经过苏清园公园挖近保护的方向，去互3只龙洞犬围攻。3只拢无放，第一只挖就位下体落啊，拖来拢一条唔放，其他2只来啊。就撕扯这样子啊？对，4只3块迄种咬痕啊。查某人互龙洞犬攻击，拖将近20分，才有人发现。送医了后，规身躯焦土，毛真侪开放性的伤口。查某人讲攻击伊的狗仔，敢若有人饲，因为当地是伊固定运动的路线，有看过其中一只狗仔有拴狗链啊。生殖器的地方，有个伤口，而且生殖器有些外露的情况啊，这个是比较麻烦危险的。现在抓了又当地野放啊，用脚棍嘛，当地野放，但是野放以后一段时间脚棍会掉。附近居民嘛讲，当地龙洞犬数量未少，常常出现热人的情形，公煞嘛真头疼。介济野狗吼，有几只老多？ 7、8只可能走袂去。公所呼吁民众发现野狗规定，都要赶紧通知。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是提醒民众，有当时龙洞犬较会占地盘，规定出现的时阵，莫甲狗仔相像，不要跟它呢有眼神的对峙，然后呢尽量放慢动作，慢慢的通过，或如果可以的话绕行通过。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就稍微降低、放慢、停止动作。 中华现场确实有龙洞犬伫遮，县政府嘛讲，若是有饲养龙洞犬甲白鼠的行为，都会互人认定是饲主；若是本身饲养的狗仔家人，安尼都爱负相关责任。县政府原来会甲掠走，甲查核清楚。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激烈气旋大西风暴扫美国，有6个州已经宣布紧急状态，影响6300万人。这场大西有可能出现10几年来上低温度，这落雪嘛是创纪录济。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堪萨斯甲密苏里发出当季的风暴警报，尤其70号州际公路以北的地区有暴风雪侵袭，至少积雪20公分。因为极地广热层落南，加真寒的气候对北极传到美国中部，并且还有极端天气的发生。堪萨斯、密苏里、肯塔基、维吉尼亚、西维吉尼亚甲阿肯色，还有纽泽西州部分的地区，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肯塔基州的州长贝希尔伫当局接到真侪站车祸通报了后，公开请民众踮伫厝内。堪萨斯州初5透早就开始落冰雨，并且有大细细透南。有民众表示，堪萨斯市的道路看起来就亲像出冰场同款。另外有大货车、连结车等等伫结冰的路面驶的时阵失控。 当局预测会有30公分的落雪，初5暗时了后，落雪范围会向东扩大到俄亥俄河谷甲阿帕拉契山脉中部，初6透早到中大西洋花地区的北部。全美国已经有数千航班互取消，上万航班延前，陆上的交通也拢断去，学校停课，有超过30州，超过6000万人，伫一场强烈的冬季风暴的威胁当中。 除了可能造成大停电，能源的使用按算也达到冬季新高。另外，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北部西边的地区，初5到初6，一暝之间可能会降雪25公分，出门凡是有危险或者是无方便。1月初6，伫国会山庄有一场重要的会议，是去年总统大选当选人川普进行当选的认证。不过，因为天气的因素，可能影响到出席。众议议长强生希望全员拢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内阁部分改组，即马随个风声讲，伊所领导的自由党党内逼宫爱撕掉党魁。面对美国传播讲就任特别扣党税，有媒体就报道讲，这杜鲁道已经失去大多数党内支持，所以有可能宣布撕掉党魁甲总理的职务。
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自由党有计伫当地时间初8拜3举行全国党团会议。伫现有的153席党籍学期席数中，来自安大略、魁北克、甲大西洋3项大票仓拢总131席议员，多数已经分别伫各自的省级党团会议中表态，无支持杜鲁道继续担任党魁。面对党内逼宫的压力，杜鲁道上紧伫初6就会宣布失去党魁职务。加拿大政治学者分析，伫英国式内阁制之下，总理较爱行政大权，会当挖进杜鲁道总理这个权力核心的人，多数拢是伊提拔的幕僚。学者指出，这个政治任命的幕僚，毋免经过选举考验，无民意基础，互杜鲁道的决策渐渐甲民意脱离。When MPs go to Ottawa, they expect to have some say, and then they find out that they don't really have some say because so much of the advice is being given by his advisors.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目前无确定杜鲁道下任党魁的时间点，是随落台由临时党魁暂代，也是依照党章进行党魁改选选后才交接。若是先由代理党魁领导，目前上热门的竞选都是拄照财政部的罗武人，要不若罗武人本身有意到日党魁争夺战，这条路可能行袂通。那按照党章进行改选，伊规定定数至少要4个月时间，要不过安尼会造成政府领导改善限制是一个真空期。对来赶袂到3月28日总预算审查期限，对外也无法度应应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可能提悬关税挑战。那为此缩短党魁选举时程，是有可能选出无适龄竞选，更较不利自由党的选情。加拿大国会大选日期有计伫10月20日，目前自由党落后保守党的100分比达到2位数。正的保守党执政9年了后败选，由杜鲁道登上总理大位，到即马也有9年外时间。加拿大敢会伫这个时阵搁一摆政党轮替，正做政大焦点。公司新闻七家真编译。美国的纽约曼哈顿市中心宣布要开始扣踏车税，针对车上侪时阵会扣甲大票297块起跳。当地政府希望讲会当解决踏车的问题，不过这川普是已经表明反对，未来敢会阁继续扣是抑阁无一定。纽约曼哈顿中城区的中央车头附近，总是聚集大量车阵甲人阵。年这时阵，交通更加是大塞车。为了改善这种情形，礼拜饭点开始，纽约市要带头对进入中央公园以南地区的车收塞车费。The system has been in operation since midnight. 1,400 cameras, over 110 detection points, separate detection points on the borders of the congestion zone and within the zones. There are well over 800 signs, and there are 400 lanes of traffic that are within the zone. And drivers are going to start to see the toll charges appearing on their Easy Pass bills in a few days. 这个收费的措施规定讲，平常日透早5点到暗时9点，也有礼拜时透早9点到暗时9点的高峰时段，小型的车进入塞车区要收9美金，大约是新台币297块；大型的车要收14到21美金，不是高峰时段，多数的车有权要付2.25美金的费用。交通官员指出，收费区每天有70万车次驶入来，地区塞车严重。上惨的情形，平均时速敢若11公里，一寡路段甚至比行路更较慢，所以希望用收费的制度了后，会当减少塞车，才袂浪费人的时间。Buses are slower than walking in much of Midtown. We want to see if that can be improved.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emergency response times, fire trucks, police cars, and most of all ambulances can get where they're going faster. 交通当局鼓励大型的卡车加利用深夜拍折的时段来送货，让这些交通更较顺。另外，新措施会伫2028年甲费率调升到12美金，2031年才阁起到15美金，希望总到150亿美金的经费来升级纽约的大众运输系统。不过，纽约市有居民表示，收费会对当地生理造成损害。而且出事较大汉的川普也捌讲，若当选总统会废除这项计划。实际上，这款收费的制度已经伫伦敦甲斯德哥尔摩等大城市实施真侪年。不过，面对川普要上任，纽约塞车费的政策可能会引发中央甲地方的对立，敢要继续实施，有关有变数。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
继续来看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目前因为金华城案加政治献金案，搁再互法院羁押。即马有伊的学生进前的副选干部，搁跳出来讲，郭文铁早就甲钱摕转去厝内，这募款的钱都是交互陈培基来处理。陈培基是批评讲，这拢是抹黑，绝对要提告。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加入去金华城拥挤案、政治献金案，搁一家去互羁押。过去的募款嘛去互质疑金流不明。进前做郭文铁副选干部的医师柯富顺讲，伊看到郭文铁甲政治现金早转去处理。也若选举的时阵做募款委员会执行长的陈淑心，伊嘛证实，讲募款的款项会交互陈培基，互陈培基是去一个第一人面册，批评这两个人白白无念甲黑，已经请律师发准证信函，法讲要甲提告。这件事情为什么早不说、晚不说？柯文哲主席之前被释放的时候不说，而在柯文哲主席即将要抗告，而且他再度被羁押的时候，才来这样子的泼脏水。过了10年以后，才配合民进党在追杀柯文哲，出来讲这些有的没的，时髦招之心，路人皆知。针对柯富顺甲陈淑心提出相关的指控，陈志涵强调讲，万项拢会讲证据。不过，这两个人挑工作恶的行为实在是真恶质。若是唔会实的，甲话讲互清楚，会连同民事甲刑事做伙来提告。另外，民众党甲国民党乌演，招民众11司法节迄一天去吉仔路甲总统赖清德订孤机。不过，强调讲会延续国民党的意志，扮演在野党的角色。当民主进步党赖清德嫡系的立委林俊宪说我们只会有毛毛雨的时候，请大家站出来，让民进党赖清德看看这个毛毛雨有多大。凡是依法申请的请愿游行，我们都尊重。因为国民党起诉书的内容，甲部分的媒体报道的内容真相像，互台北地检署防质疑侦查的内容有流出去。针对这点，地面检表示，台北地检署在侦查处理并无问题。台湾高等检察署嘛同步进行行政调查，会当受社会公平。公视新闻台北报道。2023年，台北市一岁囡仔凯凯去互灵母虐待死亡。这负责访视的医护人员姓陈的社工，检方是认定讲，伊写假访视报告暗藏事实，是依照过失致死罪甲起诉，已经出庭，是坚持家己无罪。强调这一切拢是按照社工的服务流程来处理。双手插伫落地啊，规分书包安安。伊是日护人员姓陈的社工。伫查甫囡仔凯凯互苦毒死亡的案件，互以过失致死等罪嫌来起诉。台北地方法院找到头一届开庭审理。解释也不认罪的意思，有没有什么都不承认吗？无到半点钟，开庭就结束。这个姓陈的社工涉嫌访视不实，甚至伫凯凯死亡了后，赶紧甲日后的高层创一个群组，修改访视的报告。佮讨论要安怎来因应检警后续的侦办。不过面对检方的控诉，伊伫法庭要是讲伊无罪。最主要是问题是说，你当初应该在访视的时候，你没有去确实的做访视嘛？那不然怎么会就是小孩子的额头这个伤这么明显的？结果你却一点反应都没有。涉案的社工唔认罪，伊主张检察官起诉的内容伊拢无做，或者是对伊有误解，佮讲伊无写不实的内容。照社工服务流程，拢是先做笔记，事后才佮登记。伊的委任律师嘛讲到，被告每个月拢有访视，也佮无定时敲电话佮用信息联络。不过起诉书引用真侪规定，相关的工作事项拢并不是伊负责的。他根本就是主谋。如果他不是主谋，没有办法解释他一切诡异的言行，利用社工职责围堵掉凯凯全部得救的机会。社工他在这么长时间去做探访，他不可能完全看不到这个孩子有任何的异样。社工就是把关，他应该去看保姆这个人有没有什么行为上的异常。凯凯的死引起社会关注，嘛有真侪民众烧招去法院抗议，批评社工失职。台北地方法院开庭了后，照检方提出的请求，甲人限制出境。公视新闻台北报道。新北一间私立的高职，去年11月传出学校霸凌，家长是指控讲囡仔去互拍甲老血，老师佫讲是伊家己徛咧要互人拍，甚至讲这学校第一时间嘛无通报，教育局是表示讲会佫详细来调查。
抽那种最爽。较矮查甫同学摕卫生纸卷，动作看起来真笑真样。想要踢到较悬的查甫同学的喙内底，互撒开了后，双方以持对答。边仔同学是咧看闹热，伊伫咧画虎画休。上起事的查甫同学刷落来整过去，互拍的查甫同学袂堪地，敢会当求到边仔角，喙吐出血。新北市一间私立的高职，去年11月传出校园霸凌，获整的学生的家长找到出面控诉校园疑似暗砍，老师也唔关心，佮讲学生是挑工徛咧互拍。教官有说，他主动跟我提到说，他有叫班上的同学删影片。我问说，这都是证据啊，为什么要删？那教官回我说，这个会影响学校的校誉。硬要把这一个卷轴往你嘴巴塞，你要不要打？怎么会是我自我保护变成是我出手出拳？这个是完全是在背离这个事实的原貌。家长指控老师咧保护拍人的学生，相片当看到受伤的学生，伊的目尾甲喙皮拢肿起来，喙甲腰也拢有乌青，必须爱食爱困药啊才会当困去。双方家长调解破局，家长决定提告伤害罪，也质疑校方是安怎无第一时间通报校安。我们也没有去延迟通报，我们基本上第一时间点，我们是把它当作2个学生互殴，这2个学生彼此都有动手，教官第一时间也是把学生找来问。是什么状况？是学校通报处理过程认为有延迟校安通报疑虑，会函文纠正学校提交检讨报告，后续并送私校咨询会议就责处理。家长希望有第三方的单位进行调查厘清事件。对此，教育局回应讲，本来已经召开审查小组会议，外聘3位教育部人才库的委员组成调查处理小组，针对双方的冲突甲疑似霸凌的行为，会赶紧进行调查，绝对袂吞论校园霸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又个月开始愈来愈寒，这礼拜有2阵冷空气要来，拍算会冷几礼拜，先大冷，过来开始落雨。北部甲东北部搁一寡空旷地区，恐惊会落到剩无10度。高山经过真暝飘雪，太阳能房顶也积极淹雪。天空了后，工作人员无用清除。高山北风气象站也雨雪砍掉的，抓算落雪时间是初6返点甲1点。透早站内积雪已经达到0.5公分，低温搭配水汽，合欢山也自初5半暝啊陆续落雪，雪量创入冬上大，地面上有明显的积雪，估计伫上雪路的积雪也来到0.5公分。冷气团报道，北移各地会愈换愈冷，受辐射冷却的影响，透早2暝低温感受更较明显，空旷地区低温有机会来到10度以下。冷空气的话，预计在这段期间的一个低温上来讲的话，包括像是在中部以北跟宜兰地区的一个低温上，大概就是落在13到15度左右。礼拜4到礼拜5，甚至在礼拜6的这段期间，目前看起来的话，就是下一波冷空气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候。这礼拜2波冷空气，第一波影响到拜3是偏大冷的感受，拜4搁一波冷空气接落来。强度更较强，可能来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等级，搭配水汽感受寒冷。环境部监测随着2波冷空气连续落南，也带入境外污染物，初6起北部地区开始转为感觉小提醒，对敏感族群无健康的空品。接落来是整个西半部的空气品质也会变差。那它会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南下会影响到这个竹苗，然后这个云嘉南、高雄这边，预计今天这几个地区的空品可能都会达到橘色提醒。环境部提醒，在着冷高压影响的时，伴随境外污染物移入，西北部各地拢可能发生高浓度的现象，提醒民众若要外出，要注意空品，敏感族群减少外出。若一定要外出的时，要挂喙罨来防护。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替人咧验目睭的验光师，即马咧争取英文证明，讲袂使搁写配件书。毋过港科医学会就起不满，讲即马验光师要讨的英文证明，可能会造成大众的误解。尊重专业，捍卫权益。
数百位的验光师穿黑色的衫裤甲验光的白袍，初六下晡组织伫立法院军天楼大门头前镇静抗议。验光师工会表示，这一年来，卫福部甲验光师的英文翻译做非艺术人员的配件师，毋是国际通用的验光师，严重影响到台湾验光师国际交流，所以希望争取正名，也争取开放6岁以下囡仔验光权，6岁到15岁以下的独立的验光权。他们每天在你们的需求之下去进行6岁以下的验光，他们可能触及到了一些法规的违法，你们不担心吗？你们不用去重视这一些所有的人的权益吗？验光师工会表示，卫福部去年12月底捌召开会议，出当时除了医生之外，其他医术人员代表拢同意验光师英文翻译的修正。不过卫福部有关建议使用配件师。对此，眼科医学会指出，验光师工会是要改名做 optometrist， 在国际上是指视光师。在美国纽澳等国家是有诊断治疗眼科疾病医疗人员、类似医生的角色，无符合台湾即卖的状况。台湾验光师的养成是指专科以上的学校验光或者是视光系科的毕业，实习合格并且经过验光师国家高等考试通过的人，那改名可能造成民众误解。有点违法的行为了，有诊断治疗的侵犯医师的权利了。你们可以放弃这些工作，这些诊断治疗的工作吗？我们可以考虑这个名词，他们拒绝了。民生甚至在组织的参与或者是相关业务的分工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的话，那当然我们得要洽其他我们讲利害关系人一起讨论。卫福部回应强调讲，有关验光团体所讲的无公开的黑箱作业、不当限制验光师工作权等等的代志，并不是事实。另外，考虑到国人，尤其是囡仔青少年族群目睭较好的品质，各这类的医术人员有关按照法定的业务，就是专业分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学生食牛奶，中央已经划停班，不过有地方政府讨论要继续来推动。亲像台北市是讨论4月开始，要学生囡仔摕学生证去超商来领。班班啉牛奶的政策自去年9月份实施了后，因为造成教育现场混乱、牛奶保存运送侪方面的问题，行政院伫去年12月宣布停办。不过地方政府希望继续推行，亲像台北市教育局目前伫规划甲超商合作，希望让学生会使摕所谓的学生证去超商领牛奶。家长表示，去超商会较方便，牛奶也较清。因为他们如果在学校喝是下课的那段时间，其实还蛮赶的，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可以自己去领，然后拿回家喝，我是觉得还 OK。是去超商直接可以换，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对啊，小孩就可以喝到比较新鲜的牛奶。台北市教育局表示，这是对囡仔成长营养有帮助的政策。目前规划逐学期供应18到20届牛奶，逐礼拜至少领1届。只要是台北市公立国校的学生，拢会使摕所谓的学生证领。考虑有的学生看区域读册，所以目前也甲新北市讨论，会当看相同领。每次呢可以去兑换20到25元哈，大概236ml的鲜奶。那除了鲜奶之外呢，也可以来兑换保久乳或豆浆。主要呢就是采用台北市学生的数位学生证，它本身也是一张悠游卡。台北市教育局表示，目前持续咧向中央争取预算，也已经甲4大超商讨论好相关系统的建制，规划伫4月份施行。也若新北市甲基隆市讲，若是中央确定有补助，因会对咧做。新北市会规划偏乡地区牛奶运送的机制，基隆市是表示会配合加入学校的营养午餐，让学生食了营养佮健康。记者张家嘅谢桂林台北报道。即马若讲要排大做生意，较省成本，有诶拢会去买一款3轮的电动车，兼载货兼打车咧走。不过，这种3轮车是袂使挂牌来上路的，这违规唔来靠车，计会罚到9万块。这台电动车雄雄对面车道切入来，骑车的民众是赶紧打动啊，避免弄着。不过，斟酌看，这台电动车有3个轮啊，佫无挂车牌。监理站表示，这都是大家讲的电动嘟嘟车。这几年有业者对中国进口零件入来台湾岛，真侪店头家上阵唔免纳税金甲保险，有人会买来送过，也是改造行动的打车来使用。依法后，他没有办法取得审验合格的证明，所以没有办法领的牌照。它是属于拼装车的一种，
可能依法就是他不能在道路上行驶，依法不得于道路上行驶，违反者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规定举发，禁止其行驶及车辆应予没入。交通大队强调，这款电动三轮车无牌照，若是逢查到，会先开一张3600到10800块的罚单，而且会当场扣车，禁止继续驶伫街路。拄则买一台中古电动车做生意的头家，伊表示买车的时阵唔知这款车袂当伫街路驶，若是政府愿意开放领牌，伊嘛愿意配合检验，合法上路。我们也希望挂牌，挂牌就跟机车一样了嘛。当然是好事啊！同款无牌照的，阁有老大人代步的电动车。这款代步车是行人辅助，敢若会当伫咧人行道阁有顶啊卡驶。交通大队嘛呼吁，电动代步车千万唔通违规徛伫车路。除了后发生交通事故，警察嘛会当开罚单。记者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讲到卫福部推动槟榔健康危害防治法的草案，嘉义中部过去就是国内种槟榔上济所在，到当也是有一寡人是靠槟榔来转食，因是烦恼讲，这条法案若通过，成果难免就会出问题。社区的长辈早时就来到青雅的加工厂开始无闲。中部乡是嘉义县种青雅上济的所在，伫这个产业当中，若有种的农民、加工厂的员工，阁有槟榔档的业者。因拢对卫福部要推动的槟榔专法真烦恼，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考虑增加民众的经济生活。超有100几万人靠这个槟榔产业嚟维持生活，这槟榔产业哪个瞬间，就因为安尼花去，足侪人的生计受到问题。这个政府敢有考虑这个人何去何从？中部槟榔产销会表示，这个专法除了针对食槟榔的消费者以外，产地用药的安全、槟榔档的营业登记，政府拢无了解因拄到的问题。希望政府莫干那定法律，嘛会当有配套也是辅导的空间。影响真大呢，因为像迄那货柜屋啊，是铁皮屋那一种，因迄拢伫基林地嘛，基林地伊迄无地址啊，无地址，阮要哪去办营登？咱政府冲出了立法。伊无考虑到咱目前民间的现实现状，咱的政府会当详细透过公听会也好，下乡来和百姓直接来第一线来讲，会当找一个折中的所在。槟榔产销会指出，为了民众的健康来管制槟榔，因会当了解，因只是希望会当豆豆来减少对产业的影响。目前已经串联9个县市的槟榔工会，希望政府会当重视因的心声，做伙推出互相接受的法案。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台中西屯一间卖菜馆的查某店员，指控对去年开始，就有一个固定客定定会对伊卡来手来要乱摸，因这人客嘛出来发冤枉，讲因两人是拢已经真熟悉啊，才会趣味咧耍。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监视器的画面翕到查甫摊女店员行出柜台时阵，伸手摸女店员的面，佮出手共摸尻川。女店员想要抵抗，这个查甫煞佮再伸手。代志发生伫咧台中西屯一间菜馆行，这个女店员的查某朋友伫网络指控，一个主顾客对去年3月到12月，甲女朋友性骚扰过落解，时间超过半年以上。被害人最近甲警方报案。当然是我挂了牌主，他就认为说他也是老板之一嘛，因为长期以来都是被受到这样的性骚扰，然后我有跟公司反映，他们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了，还要我去上班这样子。这阿伯啊，有啊，有捌来啊，有捌来啊，有捌看过啊，捌来。我这个人啊，附近的人啊。蔡根行表示，这项性骚扰女店员已经请假。附近的民众常在看到这个查甫来买菜馆，店内嘛常常干那一个女店员，知影讲家己去互指控性骚扰，查甫人嘛出面发冤枉。我都那就大家咧家咧佚佗哟，我嘛无该安怎，对无？那就平路安遐咧趣味安怎无啊？查甫人讲，甲这个店员有财务往来，而且已经真熟，好认调工性骚扰。警方目前正在侦办当中。妇女团体表示，工课场若发生类似的宽限性骚扰，常常因为被害人是弱势，只好吞论落来。碍于就是说他是弱势嘛，他是打工啊，不是就是拿人家薪水嘛，那当然他会隐忍嘛。以我们的经验就是说，其实都是在7成以上的啦。魏淑珠表示，除了事发当时爱甲证据留落来，嘛爱勇敢提出。也若指控应该确保申诉的管道无阻碍，才会当改善工作的环境甲女性的权益。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2025的经典大戏《七世夫妻》，主持演员带少年辈的传承功夫做伙来演，邀请观众朋友共同来看戏。台顶表演的歌戏戏剧合作七世夫妻，内容是咧演金童玉女两人因为做唔到代志，互玉皇大帝处罚到人间，两人必须轮回七世，爱甲真辛苦的故事。因为第一世，比如说孟姜女吼，加万喜良，那第二世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啊，一世一世安尼转落去安尼。这是廖庆基歌戏文教基金会所制作的经典大戏，会用3天的时间分做7场来演七世夫妻的故事。为着要世代传承，规出戏队导演、制作、音乐、执行等等的职务，拢是560岁之前的资深前辈来带领。如果那这戏是用5年级的这个员工来演这出戏，其实阮无压力。阮真无压力，但是因为这摆阮最主要是一个新团的意义。那么这个新团的意义就是讲，阮希望将咱少年的这个演员会当杀去伫舞台顶，吼真侪观众朋友了解。基金会表示讲，即马有真侪20几岁少年人愿意来学歌戏、唱歌戏，替歌戏注入新的活水。因嘛希望歌戏的传承会当亲像这出七世夫妻的大戏同款，代代流传。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台湾艺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收藏超过1万件戏红仔，2020年开始捐予台博馆来收藏，即马馆内已经收藏超过15000件，是全亚洲上戏红仔上济博物馆，目前就拄好等来展览。王岩跨追赛来的时候，他眼睛看不到，但是我就请说好，你到后面来。他就进到后面以后，他就摸了一下他的戏台以后，我发觉他掉眼泪了，是他的东西。这是已经过身的本地戏艺术跨吹西王岩的本地戏彩头，在生的时彩头和高档商卖去到日本，后来真无简单，接互台湾艺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林敬富找回来。伊自少年就伫一国家收藏甲戏红仔有关的古董，2020年伊甲11000多件古董全部捐予台湾博物馆，那总算伫找到公开展览。就台湾博物馆来讲呢，目前这收藏已经会使讲是亚洲的红仔吼，迄个四奥吼红仔的这个收藏上大的一个所在，所以这要研究甲要来做推广，还佫有足侪路通行啦。这个收藏品包括红仔、戏台、含道具等等，为着要互民众通看到这珍贵的文物，台博馆特别规划特点，这重要的艺术嘛来参加开幕。像今年要90岁的小西园将中剧团团长柯王甲伊的徒弟吴明良拢有来，也表示看到台湾本地戏的文物伫国家级的博物馆受到照顾，感觉真安慰。不管是布袋戏、家底戏，还是这个配戏，吼这个部分会当入来咱家己的这个，会使讲国家级的博物馆，这对咱会使讲是这个最大的一个鼓舞。不管是对这个咱对下一代的历史教育，还是文化教育，或者是讲咱对咱这就是讲资深的演出来讲，也敢讲最大的欣慰。目前台博馆这个红仔的特点，特别选出34件来自各地的红仔来对外展出，另外嘛出版台博武戏典藏的册，详细了解这珍贵收藏品。台博馆希望让这个文物继续发挥伊的价值，除了展览研究，嘛通精准未来推广和艺术创作的基础。记者卢尚如、林晓凯台北报道。台南县已经67年历史的10家将文化争取登录做台南县的无形文化资产，已经开始咧审查。台南大学嘛针对10家将新设计出游戏、签诗甲囡仔册，望会当互大众来了解家长文化。听讲10家将是文化大地带到民间来驱邪祈福，拢总有13回，每一个家长的进步无同，面谱甲服装也无同款，话真威严惊人。为了好民众会当了解这款的民间风俗文化，台南大学的花旗文学系师生就会用文学角度甲台南县综合奖合作，设计所谓游戏、签诗绘本等创意民俗文创品。为什么是星光与阴影同时？我遇到不幸运的事情，但是别人都遇到幸运的事情，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只是自己没有发现而已。因为我们是华语系，然后用文艺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这个命运跟文学之间的一个关系，这样。
加上通常伫庙会活动由真人来扮演，外界定将这款的文化甲中大生也是帮派想做伙，造成误解，也失去文化意义。台东县文书工作者甲庙方为了保存在地有67年历史的石家庄文化，佮改变外界对家庄文化的误解，特别申请登录做台东县无形文化资产保存，成做台东县第一件以家庄名记的文化资产。我们的脚步跟脸谱始终是保持着我们从东港过来的时候的一些传承不曾改变。不过它蛮特别的是，它是以石家匠这种画脸着装出居的一个过程当中做一个登录。文化处表示，无形文化资产保存认定，主要是以人甲社会经贸互动关系为主。石家庄伫台东县的民俗文化受到地方肯定，目前已经进入实质审查阶段。今年有希望通过未来会甲关照条件早下单侪名的宗教类文化资产。广视新闻采访报道。明仔载天气写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3度到18度，中部地区11度到21度，南部地区12度到24度，东部地区13度到20度。外岛地区11度到1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